咱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是高温加烧热，而且今仔日是透东南风。咱来看温度。透过温度会当看到台湾天顶拢无云，今仔日同款热翕翕。伊若伫遮方面的东南部、恒春半岛不时拢会有短暂阵雨，也是雷公雨。过头了后，伫各地头的山区，也个西半部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。家己以南山区是爱说是短时间来降降雨。温度的方面，高温普遍是伫34度至36度。今日伫大台北、桃园、中南部拢有出现37度以上高温的机会。气象署有针对18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。伫新北、台南甲高雄是红色的灯号，有机会连续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。另外，其他14个县市拢是橄榄色的灯号，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。只有南投是黄色的灯号，今仔日全台湾拢真热。